青岛顶有交交通林保署就统计讲全国已经掠40多万只，也南部地区上侪即马烦恼讲青岛顶会拖去到北部去。也台东呢，就讲最近有伫公园掠到一只大岛顶，规个台东今年到冬已经掠100多只，野外可能阁有族群。就呼吁民众讲，若看到青岛顶，爱紧通报，莫家己掠，较袂着伤。 台东县政府委托的外来正义路团队，伫台东市森林公园水沟啊草坡内面发现青岛顶，上存了下巴水青，甲这只连尾流总共超过1公尺的港的青岛顶掠起来。林保署统计，全国自1806年到即马，已经掠到40多万只，南部地区上多。因故专家担心青岛顶的族群会向北边传开。台东县今年到即马已经掠到100多只。 虽然这边个发现到，不过研判因的族群数量也搁伫咧一旦控制范围内。经过那个生态团队他们的评估，目前是还没有比如说很扩大的一个族群。官府也担心，伫咧野外可能也有青岛顶，只是无发现，因为因的食农作物造成农民的损失，所以民众若发现时阵就要赶紧通报，唔通家己掠，因为可能会加受伤，上好交互专业的来处理。它不是那种肉食性很大的犬牙，但是是整排像锯子一样的牙齿。 因为它是吃素的，它为了撕裂那个切断那个叶片纤维啊。官府讲，若民众不有登记饲青岛顶，爱家己加强管理，唔通随便甲伊放杀，避免因的族群传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